关心人出来抗议，就是为到去保护自家的家乡。偏偏咪系关心人的傅政权，系协杀永桥，而老师都行还记得嚟嘅，將嘅家鄉又被叫翻起來。咪對也當中發現到環境，日幾日數年做咩？而一下總共係協嘅土族地區，大概68處嘅殺永橋，其中有35處就睇關係。為到愛掃愛記錄也到安裝地位建設，而行交嘅關係各個素材，乜嘅山拿別拉國亦都去。而咪發現好山好水嘅家鄉，日幾日就咩嘢？一下移出嘅記錄家鄉嘅文史，韓國3萬嘅參加討論環境議題，希望來屯家鄉做到嘅乜嘅。喺窮嘅殺永橋、東安橋，日夜四季變化無相同嘅風景，係關係8景之一。一下水行地行嘅關係北山里水建橋，天陽190條嘅坡嘅關係東港橋。6年來，傅政權有協商記錄嘅家鄉，新竹關係鎮35處嘅殺永橋。你看下關係橋嗰啲係水泥橋嗬，唔好記之前喺設計嘅咩係殺永橋。剛剛我看到大家旁邊，剛才有地方看，中外的話游泳池啊。從細就喺度睇牛欄河順關係橋底下，就係傅政權搞料嘅素材。佢拖聽你講，係種關係橋摩擦係有意好嘅。為了補入嘅結果，佢開始用攝像機來記錄家鄉一下限採嘅殺永橋。條一橋千多年，包每一橋我都聽合，個天一橋我係要參與到。哦，你還要參與到？個橋橋我單。去拜訪老人家，去潛去記錄殺永橋係傅政權佢平常會去做嘅事情。時常講嘅，老人家就會親熱心嘅講，我帶人去看。關係地區因為水泥發達，橋位係村中人村業一定會行嘅。但係石頭嘅進步，橋時有嘅變化，未記錄嘅石頭嘅轉變。6尺，嘿，對。要條塊冇啦行，我條塊有天牛咧。每天都冇人講。菜地嘅老人家持建出講，佢當時去橋嘅，因為弄係菜地現有嘅材料，呢種石頭應該要變下嚟，要分開來用，各有各嘅功能，唔過一條樹葉弄冇嘛有人摸嘢。他改這個，這小雞還是我打的。你像這個裡面的石頭和這邊不一樣，這邊它有做記號，叫做土石，就叫做拱石。講下講嘅，其實人說阿粗爸上到過去嘅事情，原來去橋嘅嗰當時佢爭結婚，工錢都好拿來，每日旅行。所以你去一個橋嘅錢就拿來都結婚用，當好用。去旅行，全金湖、大背湖，台中中正公園。3天2夜，那時候鄉下還沒有什麼叫做密林。初橋嘅除咗有交通嘅功能，未記錄嘅一般人日常嘅生活。錢出最多嘅老鄉見。搭初橋嘅都有一個故事，東港橋喺民國37年菜地嘅羅夫人，為咗追查防騙企業，下後就成為主要嘅產業道路，未記錄嘅地方產業嘅發展。為咗產業做茶嘅產業送出來嘅方便安全查出來，然後有煤礦，所以呢條路很正當嘅。它這邊那個是沙野，個水岸常年來侵蝕到嘅，加個溫度沒增加。傅政權最低用呢隻國土來撲殺永橋最正，就連菜地嘅人看到都會哈，其他種嘅好嘅風景竟然會安靜，就想要用殺永橋來發展觀光。我們設計有這種東西。
才调查出来，都往回发现了10公条挡墙，而且两边上下岸以后没有任何人工来开发来的话，傅老师他专业摄影专业做摄来的，都还是各司其职，共同来两条路做一个情侣型的挡火的路线啦。而同安江的风景公开出来，傅正军又欢喜又笑。又想比大家第一个去安江，可是又当江人来安乱跳下来时，就是伊也就专门从别啦国呢吼。所以啊，就像第3支脚，又黑唔可以逮到。所以刚好就拍一个它的画面，这样的，就是刚好跟它拱形的还蛮像的那种感觉。第二只桥向係前到最尾一隻嘅石拱橋，第35座嘅石拱橋。然後前日橋喺唔加講喺樂趣喺從那邊啊，就講唔止按關係就按到只橋，也咩算按到客家人嚟嘅講嘅文化嘛，大隻橋都有只嘅故事。都等等你想等等你來挖掘就不太敢被低樣。因協引導傅正軍慢慢地看到家鄉土地嘅變化。免當然想講，應該好，按之前係有做潮水哦，對木竹大開潮水嘅地方，按槍嘅地方，叫離下曬係現在工業區嘅源頭。現在佢係看到馬嘅就翕馬嘅，一下其實一定是馬嘅參加地方嘅公共議題。像前身那班係就是專門去控制前面嘅工業區叫亂排廢水嘛，後該人5個都相四相啊。像兩村有個宏觀電廠，有了關係起，所以對我哋來講啊，反而就會覺得很痛心啊，甚至有點有關。我哋一看準下就是講，係我哋係不亞關係冇發展嘅個毒瘤啊。橋位唔單止係橋位傅正軍講，橋位記錄嘅地方嘅歷史人文和國產業，係對錯橋位本人插拍嘅。前頭幾日睇羅斯地圖嘅事情，冇被冇提起，環境咪係強樣。對慢慢嘅協商到參加公共議題出產應用嚟講，就係驚啊，再個唔出聲，關係嘅好山好水就會本人做咩槍槍。